台中市政府鼓励结婚，即日开始到7月18，登记结婚者有结婚的贺礼，阁会当抽大奖。 有情人终生眷属做伙带入爱的殿堂，为了鼓励新人，台中市新人到台中国户政事务所去登记结婚，除了有升价贺礼，还佫推出留新婚的礼包，要送新人带高级饭店。到7月18号这期间限定，那有任何一方它是涉及在我们台中市，那都可以来参加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康抽奖活动啊。 台中市去年结婚率是6都第一，敢若今年5月20到455对新人完成登记，其中南区户政事务所有62对，这是全台中市排第1名。今天才发现竟然有这么好康的活动，所以我回去的时候一定会跟弟弟讲说要赶快来办结婚登记。台中市政府今年嘛推出孕妇坐车的补助，希望讲会当提升民众结婚生囝意愿，伫台中安居乐业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而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